研究發現喺你嘅顯化句加一個字咧，就能夠提升25% 嘅成功率㗎啦。呢個字咁犀利咧，因為佢可以降低我哋大腦嘅自我懷疑啦，或者係缺乏動力喎。咁呢段片咧就會同你分享少少嘅一個字，但係大大地提升你嘅顯化機率啦。歡迎回家，親愛嘅靈魂，我係 Venus， 我鍾意結合心理學同埋科學去分享靈性知識。覺醒之家伴你成長，助你開展靈魂使命。訂閱加入我哋一齊同行成長，助己助人，療癒揚升。今日靈食係一個字提升25% 顯化率。開始講呢個研究嘅發現之前呢，我想好簡單地分享下咩顯化。有啲覺醒嘅寶寶可能呢仲未係好熟悉，其實呢樣嘢係咩嚟嘅。咁顯化簡單啲嚟講就係，請你去相信你嘅言語、思想同埋情感嘅改變呢，係可以連帶改變你所見到嘅實相，你見到嘅世界嘅。咁所以覺醒寶寶們，請相信呢，你每一句、每一個行動、每一個想法嘅改變呢，都能夠完全地改寫你嘅人生。所以呢，你成為人生主角嘅章節開始咗啦，因為你認識咗顯化呢一樣嘢。咁如果你已經覺醒咗一段時間，顯化其實又係啲乜嘢呢？於我而言嘅話呢，轉念其實就係顯化嘅一個前奏，或者係日常好需要持續去做嘅嘢啦。因為顯化咧，好多時我哋啱啱學嗰陣時會覺得啊，我要顯化一份新嘅工作，我要顯化一個關係，我要顯化我中意嗰個人回覆我，我要顯化咧呢個面試係成功。我哋通常咧一開始學顯化咧，會覺得係一件事情咁樣去顯化啦，而漸漸咧你會發現啊，原來顯化到嗰樣嘢咧係首先要轉變自己嘅情感先噶喎。咁而轉變情感有啲咩方法？原來一啲肯定句啊，或者寫呢個顯化日記會幫助到自己嘅。咁你會發現咧，當你用熟咗之後啦，就唔需要寫嗰句嘢出嚟，或者講嗰句嘢出嚟啦。喺腦海裏面咧，轉變自己嗰句想法咧，就已經可以轉變到你情感啦，進而當下咧就感到幸福啦。咁呢個咧就係少少嘅描述我哋而家點樣去做顯化，咁就帶出咧今日個研究結果係關於咧我哋點樣從一個句子裏面咧係轉變內在嘅環境心境，從而咧由我哋嘅內在能量映照出一個唔同嘅外在嘅能量，即係我哋可以由內在嘅轉變顯化出一個唔同嘅外在嘅實相啦。咁呢個研究咧本身係英文嚟嘅，咁所以咧可能我嘅解說之中咧會穿插一啲英文，不過咧我已經消化咗，並且將佢轉為中文版點樣使用啦。我哋通常咧顯化或者設定目標啊，都會話 I will 乜乜乜，例如我會成為百萬富翁啊咁樣，或者係我會有一個美好嘅婚姻，或者係我會咧係環遊世界咁樣。咁呢一個研究裏面咧就話啊，我哋通常用呢一個 I will 嘅形式咧，就未係最 powerful 嘅，因為咧佢話要將個字調翻轉，就係 will I 加個問號啦。我會嗎？問號。寫完我會一個目標之後咧，再加問一句我會嗎？然後再寫3個原因咧，你個顯化嘅結果就會提升25% 嘅成功率嘅。點解咧？就係當你去問我會嗎？Will I 嘅時候咧，其實你會刺激咗大腦去關注呢件事情，因為佢可以去運用佢嘅智慧，運用佢嘅理性邏輯咧，去幫你計劃呢樣嘢點樣去實踐出嚟嘅。因為有時候顯化咧，可能對大腦嚟講係一個好虛無嘅嘢嚟嘅。大腦係中意我此刻可以做到啲咩啦，我可以為未來咧計劃啲乜嘢啦，我可以點樣運用現有嘅工具去達到我嘅目標啦。咁當你顯化嘅時候，純粹用一個感受嘅層面嘅話咧，大腦其實某程度上會覺得咧自己好似無法參與其中啊，或者咧佢會覺得呢樣嘢係咪真係會成功㗎？因為佢冇辦法參與其中啊嘛，咁佢自然就會去懷疑呢樣嘢係咪真係會成功啦，或者去諗呢件事係咪真係可行啦？因為你冇問呢一個軍師嘅意見啊嘛，咁所以當你問我會嗎 ？Will I 再寫3個原因嘅時候咧，佢就即刻咧覺得好有動力去創造呢樣嘢，而唔係進入咗嗰個自我懷疑啊，或者係
唔確定性嗰個感覺裏面啊。咁所以呢個研究就話俾我哋聽咧，其實我哋除咗要觀賞未來想要嘅嘢之外啦，或者感恩嗰樣嘢發生啦，我哋都要照顧大腦嘅感受嘅，俾佢參與喺你呢個顯化之中，讓佢可以去思考，為你去計劃我哋呢個肉身可以做啲乜嘢。好多時咧，顯化係需要身心靈三個層次去結合，先能夠 perfect地達成嘅。咁所以咧，用呢個 will I 我會嗎嘅句子咧，去刺激你嘅大腦諗呢件事情，或者咧喺大腦裏面咧進行一個落地嘅過程，就係咧佢可以為你觀賞我而家呢個自己可以點樣樣慢慢步向呢個實相。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練習，咁我會建議大家真係去試下。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頭盤嚟嘅，咁主菜係咩咧？就係呢一個圖啦。如果最近顯化都有啲自我懷疑、不相信或者不肯定嘅感覺，可能係我哋心輪嘅力量唔夠強大啊。心輪力量如果夠強嘅話，可以創造到此刻嘅幸福同埋對於未來嘅安心感。如果心輪咧過去有啲創傷啦，或者係我哋唔夠愛自己內在小孩嘅話咧，都有機會未有力量去滋養自己，同埋咧對於改變咧有一個信念喺度嘅。如果你想提升顯化時候嘅轉念力同埋情緒嘅轉化力嘅話，我邀請你參加8月8號獅子星門 Special 嘅工作坊，活化心輪，提升60倍豐盛顯化力。用2個半鐘學識4本書嘅致富精華，咁結合呢幾本書嘅精華咧，我創造咗一個叫做 Hope HOPE 嘅吸引豐盛嘅方式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喺吸引財富嘅過程咧，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咧，去令自己回歸一個安心、相信同埋喜悅嘅豐盛心境嘅。報名鏈接喺描述欄嘅第一行，我哋工作坊裏面見啦，一齊喜悅地豐盛啊！咁呢個圖係咩咧？就係成為個人宇宙主人嘅一個顯化嘅意識啦。咁上一個部分咧就提及咗，其實你要使用我會嗎去寫3個原因啊嘛。咁呢3個原因要寫啲乜嘢咧？我自己咧就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嘅。咁個研究嗰部分咧，我哋就已經完成咗。呢一部分咧就係 Venus 喺度發揮下我嘅小宇宙啦。咁首先咧，我哋好多時顯化咧就係用個人層面去做顯化，或者係寫一啲句子嘅，就係假設咧，東東想顯化一份工作啦，咁佢就會寫啊，我希望我嘅面試會成功。假設佢會寫呢一句啦，咁然後咧佢嘅大腦會 challenge 佢，會挑戰佢嘅係咩咧？人哋都唔知接唔接收我啦，我同其他人比較嘅時候，我係咪真係夠好咧？然後在世界層次又會 challenge 佢喎，挑戰佢嘅係咩咧？呢個世界都就嚟俾 AI 取代啦，其實我呢一個專業嘅人係咪真係仍然被需要嘅咧？咁呢啲唔同層次嘅自我懷疑咧，係好容易就令到個人層面嘅自己咧有一個無力感喺度。點解我哋對自己嘅顯化咧係咁多自我懷疑或者係恐懼咧？因為我哋覺得大過我哋嘅其他層面咧係容易擊潰我哋。我哋覺得喺呢一個世界裏面咧有一種無力感嘅，就係因為我哋未去有一個意識，就係呢一個世界咧其實係屬於我自己嘅一個個人宇宙，而我係呢一度嘅主人嚟嘅。咁所以當你下次顯化嘅時候啦，假設用東東嘅例子，要用一個個人宇宙主人嘅意識去顯化，係寫邊3句子咧？咁回顧翻東東個案啦，我會喺工作面試成功。咁佢問我會嗎㗎咯？咁呢3句個原因要點寫咧？第一，我會練習並且喺面試裏面表現良好。咁社群層次係咩咧？就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嗰度啦。就係呢個世界有冇足夠嘅貴人去幫助你，或者喺社群裏面呢個社群係點樣去支撐你嘅咧？咁社群其實係咩咧？就係關乎你同其他人嘅關係。咁你可以諗咯，當你要進入不過你想顯化嘅真實相嘅時候，其實係咩啊？就係我希望咧去踏入一個未知嘅世界，並且呢個未知嘅世界係會接納我可以感到安全、放鬆、喜悅，並且係被認可嘅。咁所以咧，第2個層次咧，我哋要寫嘅就係當我進入呢個我想顯化嘅實相嘅時候咧，外界嘅人係會支持我嘅。咁第2句可以寫啲咩咧？就係
我相信緣分會帶領我認識最好嘅同事。咁我哋面試一份工作啦，其實除咗想被接收之外咧，同時我哋都好想喺工作裏面係開心啦，甚至識到朋友噶嘛。咁所以咧，第二個層次咧就話希望正緣啦，帶領我哋認識到好嘅同事咧。其實呢一點咧，就令到我哋咧可以降低對於未來要顯化嗰個實相嗰種未知嘅懷疑或者不確定性嘅。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可以讓我哋嘅大腦咧有一個更加安心嘅對未來嘅想像嘅。咁第三個層次關於世界啦，因為啱先東東嘅疑惑咧就係其實呢個 AI 已經就嚟取代呢個世界好多嘅工作咯，其實我係咪真係咁容易會被請咧、聘請咧？咁第三個層次咧，你可以去改寫呢一個個人宇宙嘅規矩啦。我的世界重視匠人精神以及珍惜真人連結。咁呢一句咧，其實就係去設定咧你嘅世界其實有點樣嘅世界觀啦，人與人之間或者公司嘅嗰個道德嘅價值觀其實係啲乜嘢啦，佢哋重視啲咩啦。當你嘅顯化咧係包含咗唔同嘅層次嘅時候咧，你會發現你想顯化嘅嘢唔係一個事件，而係好完整嘅一個實相嘅轉變，或者你要進入嘅呢一個世界對大腦嚟講咧係有一個好全面嘅認知嘅。咁所以呢一種嘅三層次嘅顯化咧，就能夠令到你內在嘅懷疑降低啦，大腦對於未知性嗰個不能夠掌控嘅感覺咧係會減弱嘅。咁當你去做呢一個嘅思考嘅時候咧，你就能夠咧對你嘅顯化更加有信心，同埋嗰個安心感咧係會更深層次嘅。咁如果咧你覺得咧寫呢三層次咧好難啦，其實你可以寫其中一個層次都得㗎喎，因為有時候咧你嘅個人層次咧已經係好有信心，即係例如東東嘅情況咧，佢對於自己嘅面試技巧或者係佢說話技巧本身好叻嘅。咁佢咪唔需要特別寫呢一個咯？有時候我哋係喺社群同埋世界層次咧比較弱啲嘅，硬係覺得咧自己係唔夠人哋好啦，或者咧硬係覺得呢個世界咧未必會睇好自己。咁我哋內在可能有呢啲想法嘅時候，你咪可以再深層啲去改寫唔同層次嘅嗰啲內在嘅想法咯。咁呢張圖咧，其實就係俾大家去發現咧，當你成為個人宇宙主人嘅時候啦，你嘅顯化咧唔單止係一件事件，而係成個實相嘅改變嚟嘅。咁呢個個人宇宙主人嘅顯化意識咧，好重點就係提升我哋對於人生嘅主導權嘅。因為好多時我哋可以主導自己，但係我哋一去到關係嘅時候就唔能夠控制其他人，或者其他人未能夠配合。咁去到世界嘅時候，更加要注重文化，要注重呢個世界嘅趨勢啊、流向啊各樣嘢，嗰個無力感更加大。或者我哋要去調整自己配合呢個社會嘅嗰個意識咧，又強咗啦。咁我哋就會諗咯，作為身心靈嘅人，我哋好多時都想做自己噶嘛。咁我哋面對呢個世界嘅氛圍、呢個文化嘅時候，我哋究竟想唔想自己妥協咧？當然我哋唔想啦，或者係部分妥協都冇問題嘅。咁但係點樣唔妥協咧？就係我哋嘅顯化裏面咧，要包含咗我哋對於世界嘅期望。我哋想點樣去改寫呢個世界？我想點樣改寫我同社群之間嘅關係？咁用正面嘅句子咧，去觸及我哋嘅社群層次啦、世界層次嘅話咧，我哋去諗到社群世界對我哋嘅影響、對我哋嘅限制嘅時候咧，你就多咗一種力量去對抗啦。即係話我諗到呢樣嘢嘅時候，我唔會淨係覺得自己係受害者啦，或者我係要妥協啦，我要 fit in 啦，我要去配合啦，而你係多咗一種力量，就係我係呢一個個人宇宙嘅主人，當然我可以主導呢個世界，主導呢個社群帶俾我嘅感覺啦。再俾多個例子，大家去練習個人宇宙主人嘅顯化意識。咁就係甜甜啦，好想去開創自己嘅 podcast， 然後咧從中係可以變現嘅，成為一個百萬富翁。咁佢就寫啦，我會有自己嘅 podcast， 並且賺到100萬。咁然後佢問我會嗎？咁啊寫3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個人層次咧就係佢會寫我有創造 podcast 嘅知識，以及我會努力學習如何經營。
咁個人嘅層次佢已經係諗到要點樣做咯喎。咁社群層次係點呢？佢就諗而家已經咁多人去競爭咯喎，我自己係咪真係可以脫穎而出呢？而家其實係咪仍然都係受歡迎嘅呢？呢一樣嘢，咁佢就可以寫啦。我會找到一起創立 podcast 並且一起努力的社群。社群係啲咩呢？你就諗啦，喺呢個顯化嘅過程裏面，我會點樣同其他人去互動，並且得到支持或者機會呢？除咗寫佢會係得到一個共同創立 podcast 嘅社群之外呢，佢可以寫嘅就係，我會揾到一個課程係老師對我嘅支持呢係非常之有效果嘅，呢啲都可以嘅喎。咁然後世界嘅層次係咩呢？就係我嘅世界 podcast 就係潮流，所以每一個創立 podcast 嘅人都會成功。咁呢個咧就係甜甜想成為 podcast 主持並且賺到100萬嘅顯化句子可以寫啦。咁寫完之後咧，我相信甜甜嘅內心咧會有一個更加安定嘅心情啦。咁你又會點樣用呢一個個人宇宙主人嘅顯化意識咧？咁就交俾你同你本顯化日記去商討一下啦。恭喜你又離顯化近一步啦！你嘅行動咧，其實係令到你嘅大腦咧更加相信你自己係做到嘅。你會創造到屬於你嘅個人宇宙，呢個個人宇宙咧就係你嘅烏托邦啦。如果中意呢段影片，俾個 like 我，謝謝你。咁我哋下次再傾過啦，送俾你好多愛同埋平和。拜拜。呢個個人宇宙主人嘅顯化意識好長啊，個名我自己都講唔到。